渐了解你，看阮无爱的眼神，好好将你当作是阮知己，可怜的心免你动意。不惊人批评，不惊人笑，阮憨甲变多情。好好将你当作是阮知己，当作你愿踮阮身边。啥人爱酒醉，啥人爱伤悲，一生甲讲爱情。我是李秉忠，你敢捌听过黄韵玲人生的歌？爱情的酒拢袂退，光辉的偷偷将你当作知己，甲失婚的女人，这拢是我的作品。假使你想要了解我的创作的过程，请欣赏咱公司第二代心所爱的歌。秉忠是科班的嘛，伊算讲国立艺专，啊，音乐的底子是很实在的。啊，像阮是家己弹吉他弹就出来唱，啊，秉忠不是，他是真的是乐理各方面的基础都很优秀。像秉忠嘛，我跟叶爱玲对唱《10个男人》那一张合集，秉忠嘛，算讲也一个男人。啊，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都是爱姻缘呐，拄好缘分啊到吼就有了。好，一曲做好啊，做 demo 做出来给我听，啊，我开始写词，啊写词一定要改嘛，因为台语歌吼佫袂使导音，所以跟秉忠就常常为了一句歌词，要和弦又下去了，啊要改音，啊是要改词，啊拢舞甲天光安尼，吼真正舞甲天光，啊 demo 落好。他其实是就有成就感的，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他其实迄当中，比如讲吻别出来，张学友的吻别，还是倒一条新歌出来。啊，因为阮拢较爱佚佗嘛，啊，秉忠唔是哦，秉忠若新歌出来感觉好听，伊就开始写谱，用听的哦，无咧用乐器哦，一条用听的写谱。嘿，啊，直接写起来和弦写起来安尼，啊，阮就拢看伊谱写出来，阮就甲摕去印的，隔工就去西餐厅就开始唱，哦，敢若足够的，拢唱新歌安尼。就秉忠其实在工作上，在本质上，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天分，可是他更努力。有一届我去找伊，板桥8点到9点唱后站的西餐厅，板桥后站，啊9点半到10点半唱前站的，8点到9点我会记得入去哦，客满，我就听秉忠唱到9点唱煞，哇，大家拢买单拢走啊。啊，我做会去9点半迄间，前站迄间去看到，啊，拄一个人客佫走来这间啊，啊，佫赶快客满，很轰动。我接触到可能几百个还是上千个，我没有办法统计民歌手，哦，唯一一个我觉得无发片哦，无出个人的专辑，就可惜的秉忠，就他一个，最可惜，他应该要发专辑的。秉忠，等你出个人的专辑，等足久啊。我接触过遮侪歌手，敢若你无出，我感觉足可惜的。有啥物需要搭下手的，等你通知。可胭脂暗含酒味，颠颠倒倒一场枉费，一场情书袂当约束的过去，心难人安怎行望？免那你面对自己。理想现实两款代志，相共如你，爱去等，爱度你，一旦无了爱，随在命运安排。
看紧甲紧身份，明仔载若天光，重新看人生。那你面对自己，理想现实两款代志，相公如你，爱搁等爱道理，一旦无了爱，随在命运安排。虽然是时分。难免有该拖的决定，只要坚定，未来真多无限可能。是阮如你，无需要看紧甲紧身份，明仔载若天光，重新看人生。虽然是时分，女人难免有该拖的决定。坚定，未来真多无限可能。是阮如你，无需要看紧甲紧身份。明仔载若天光，重新看人生。对爱情的酒拢袂摕，写来到人生的歌，写来到现此时，真侪佛教的歌曲感动人心。咱来欢迎名作词作曲家李秉忠老师，老师欢迎。大家好，大家好，高总你好。老师，阮先听张璐老师，伊甲你是作词作曲，两个会当讲是一对手，配合了足好，一个同伴。啊，伊咧讲恁少年时安那拍拼，讲吼，你伫咧唱民歌的时阵。迄人客吼，吵，拢先去号位，拢先等要听歌，听你的歌呢。我做曲，伊做词，这嘛真趣味是，伊是外省仔囝，但是伊敢若坚持要写台语歌曲、台语歌词吼。啊，阮两个配合袂歹啊，我嘛是唱民歌嘛吼，咧西门町啊，排一个吉他，一间唱完唱迄间，啊，有迄个共同的迄个兴趣。所以做写歌，我是感觉伊是一个真巧的人，吼啊，嘛真有迄个对音乐迄个热情的人，吼啊，所以伊写的歌词甲我真合，所以甲伊有靠侪话人去讲啦。听你讲这阵话，我就想到恁两个合作的歌，啊，就是偷偷将你当作知己的呢。迄首歌真趣味哦，我迄阵咧打咧写歌迄阵吼，咱想讲啊，咱。希望会当写所有华语歌曲，就是中文歌嘛，吼，国语歌曲。但是阮写到一阵来，感觉有大牌来即个邀歌工会，阮两个人差不多开差不多一2个月时间，就是要写要互大牌的歌。工会迄阵对阮来讲，哇，阮这小小的音乐人，出道来咧写这个写。这个唱片的歌，我感觉我都写着工会歌，哇，这个机会好啊把握，所以两人安尼熬夜足久的，就是要好好写一点互大牌唱的歌。一直研究的对。一直研究，因为阮唱民歌的时阵，其实阮大部分拢是唱华语曲，华语的歌曲。啊，所以感觉讲听到咱的台语歌，感觉这歌词是不是会当较比较像中文歌的这样那种语法？所以呢，想讲，写一个无共款的，甲咱传统的这个台语歌曲无啥共款的，我都写一个类似这款的语风，
这个的曲风哈，这种我就叫伊先写歌词，因为我对于歌词较敏感，我感觉有一个好的歌词，我的 melody 就很自然而然的会写出来。所以两个人讨论真久，因为迄阵那个少年嘛，会较要熬夜，所以迄阵的时间大部分暗时啊无啥咧困啊，拢是伫遐如何我都写这歌，明仔载开会互敬着。我是一个庄仔囡仔，我对台南毛豆起来，我起来才读册，因为我停课嘛停课2年，所以我到国立艺专来读册阵，我感觉我有比别人较认真，有较珍惜，因为好不容易考上了国立艺专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好好比较认真一点。但是我虽然是学的是古典的但是我就感觉程度同学差太济，所以我就避归避过啦，拿一个吉他，我想去附近的这个餐厅去唱歌，去看我都用最快的方式去跟这个音乐结缘。我在学校里面民歌比赛嘛，得了冠军嘛，得冠军那时就有很多有迄个机会去唱到这个唱片你实在这个唱片制作人。我记得迄阵是咧老师呢就邀请我去迄个叶爱玲10个男人就安尼慢慢跟这个音乐圈里面接触我第一次到了录音室那个场景跟我很震撼的，这个所在好像就是我未来要工作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就一定要下定决心说以后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人家努力一直往这个方向在拍。人先邀请你，甲叶爱玲先对唱，是落尾首才开始写歌。是，当然唱民歌以外，我搁咧迄个piano bar弹琴，我真够趁钱一个月20万但是呢，有一个机会拄到制作人黄大军，因为伊要出片嘛，伊就转来民歌西餐厅，搁转来小溜一下。我拄伊唱后壁一班嘛，拄到伊，我想我学遮尔久，伫外口溜遮尔久嘛，希望有一个机会会当进入唱片公司我就甲讲，我助理甲讲，你敢有要欠助理？伊就讲会使助理。叫我一个月20万变一个月12000块，去做伊助理，就是去录音室嘛入去咱先去买便当最后一个离开爱上 demo 但是我感觉迄个是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是有明天的，因为我知你平把弹琴虽然钱赚真济，但是你就是暗时拢暗困嘛，逐工就是拢喜喜欢欢迄个环境。其实对我来讲，我是对细汉就开始学音乐大汉的，伫迄个环境，我感觉应该多多少少会被影响到你自己的乐风啦。所以我就毅然而然，我就离开迄个环境，我就去对。但是我都还是一直想要设定讲，我要写华语歌曲，要写中文歌曲。但是天不从人愿嘛有一天伫迄个录音室拄到制作人黄义玲的制作人迄个尤景阳讲你有咧写台语歌无？我咧想讲台语歌，毋是我从小开始讲的嘛。无啥要压力，我想嘛好啦，就咱这个小小的助理呢，买便当、买饮料的，有制作人甲咱邀请，咱嘛是爱甲人爱好好回应一下。我记我前我住咧邦桥，我转去差不多开5分钟的时间我咧徛2摆转去就已经有一个旋律出来转去写，有咧困拢放咧枕头的底，隔天困起来昨迄个 melody 有啥物歌词写出来，尾后甲迄 demo 做的夜旋有一个所，夜旋有一个录音室有一个所在，就是我会当放我要互这个，比如这个制作人的物件，我放咧遮，制作人物件要互我，伊嘛放咧遐，还有一个柜子内底的，放 demo 所在，放咧遐。结果我甲迄个制作人讲，我已经放咧遐demo 放咧遐。经过2礼拜，我搁去录音，物件搁咧遐，我就感觉敢若无啥受到重视所以我想讲无差啦，反正咱就是主要是要拍这个中文的市场嘛要来写中文歌。等下知影有一天，陈老板打电话来，伊讲这个歌真赞的，这个歌就是爱情的酒拢袂退。头拄我咧讲，这条歌
5分钟就写出来了。这5分钟，因为我感觉是上自然的啦。你讲有当时咱想要特别要去追求一个物件，你会感觉你用足济用心计较，迄个过程辛苦，迄个结局吼，无一定是你心内所想的。我那个时候其实是真的一个制作人给我邀歌，而且是一个有名的制作人，我纯粹就是卖互人感觉讲我空嘴无自然的。爱情的手拢袂退，伤心何时才会过？心内的话也剩这呢多，要讲强行无机会。思念你，真心真爱不是假。海风冷冷陪伴阮几暝，为何心事这呢多？快乐心情要倒找，敢讲注定歹命底？阮的感情只有你详细，为何见面讲无话？爱情的手拢袂退，水到何时才会醒？感情这呢长，青春这呢短，唔通放阮搁一个。爱情的手拢袂退，伤心何时才会过？心内的话也剩这呢多，要讲强行无机会。快乐心情要倒找，敢讲注定歹命底？阮的感情只有你详细，为何见面讲无话？爱情的手拢袂退，水到何时才会醒？感情这呢长，青春这呢短，唔通放阮搁一个。爱情的手拢袂退，伤心何时才会过？心内的话也剩这呢多，要讲强行无机会。爱情的手拢袂退，水到何时才会醒？感情这呢长，青春这呢短，唔通放阮搁一个。爱情的手拢袂退，伤心何时才会过？心内的话也剩这呢多，要讲强行无机会。你是什么原因？什么款的代志，互你感觉黄义玲歌就是爱安尼写？我去平头巴弹琴，我看到所有的这个人客拢是
喜喜花花，酒池肉林。我每一天下班对中山北路遐吼，调通文化，徛倒摆等到邦桥，我坐倒摆时会开始会哼歌，会去想讲我今日去拄着什么人，拄着什么事件，拄着什么人客。原来这个社会有遮济无共款的人，吼，有遮济有人三顿食袂饱，有人一工花天酒地的人，所以我感觉有这个酒，甲对这个引起这个灵感，讲写一个爱情的酒拢袂提，只是自然而然，而且是这个副歌第一句生出来就是爱情的酒拢袂提，就是这句，开始才把这个歌词全部才完成。所以这是一个嘛是真商业的歌啦，讲实在伊讲爱情的歌嘛，所以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虽然第一首歌，但是也是嘛是一个真商业的歌。对依玲姐来讲，爱情的酒拢袂退，这是带动伊歌唱生涯另外一个高峰。迄个袂输敢若光辉二姐迄条酒后的心声，是迄款歌的价值甲意义共款。这有一个插曲啦吼。这是许常德老师吼，前几刚甲我讲，伊讲这个歌曲当初因为迄阵是因公司的企划嘛吼，伊讲伊去公司开会时，这个歌迄咱一直来 demo 拢是卡大嘛，放咧电视顶管，伊就摕编出来听，这个歌咱无敬着，迄是被淘汰的歌。伊讲伊放出来听，这歌袂歹听啊，伊甲伊讲，为什么这条歌无用啦？哦。伊讲内底有酒啊，即马黄颖玲讲无爱唱酒呢，伊即马无爱唱迄个酒的文化。伊讲这个歌袂歹啊，尾来伊但是说服陈老板吼，用这个歌敲电互我。但是伊嘛话讲这个歌救了这间公司，这间公司因为这间公司迄阵的财务无介好啦，甲无介稳定。黄颖玲的唱片，伊嘛话讲30几块内底，这个是。当然是相称的哦，但我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小助理，我嘛搞不清状况啊，嘛唔知什么情形。但是慢慢，你感觉这个歌有一寡 feedback， 有一寡迄个回馈回来，我你讲，敢若家己不了厉害呢，吼，第一首歌尔吼，第二句歌就写得这么重要的歌，所以咱人就迄个慢心出来，咱讲傲慢的心嘛，吼，有一遍，伫个路面是拄着，伊的助理。拄着黄颖玲啦，吼，伊的助理讲，这就是帮你写爱情的剧拢袂提迄个李秉忠老师，伊甲我看一眼呢，就我过啊，吼，等下有一个点头啦，我咧想讲，哇，我叫你一间公司呢，我心内想，我叫你一间公司呢，我你写这个歌是你所有的曲内底卖了上好的，你干那一眼你嘛想要叫来爱惜做一个，你看人的慢性有多恐怖。对前开始我讲好，无要紧，小拄会着，音乐界就遮尔细嘛，所以等到许昌的老师哥哥我继续要邀歌，我想讲好，我绝对不爱帮伊写歌，而且歌是我带囡仔暗时啊去食白费，食到饱吼，等于到厝的附近一个青阳町，看到一个拾荒老人吼。拉了一车的厚纸板，要过马路，到一半，佮下了毛毛雨，晚上11点半左右啦。迄幕我看到我真唔甘，吼咧车顶，我伫咧驾驶座看到迄幕，伊个翘骨，非常的辛苦，厚纸板又袂行，我心酸酸，我感觉讲我这个时阵早点我穿一个轻便雨衣，这个时阵唔应该咧厝里休困，还是讲？应该是寒雨弄孙的时阵，那你这样辛苦，所以回去口白，吼，回去就把人生的歌写出来。你想讲，这也是咱的是大人，咱个勇敢，对不？是我嘛咧想啦，想讲到底是什么款的故事？吼，伊遮尔暗的时间还未到厝，吼，咱已经规家讲，你搁食好的，搁食烧，搁食冷的，吼，遮尔欢喜到厝的附近才看到一幕。所以迄个反差心里面的那个，真感动啦，真唔甘啦，今日咱邀请过去捌甲你对唱的贾子慧，虽然依玲姐无法度来，但是子慧甲你有一个缘分，来唱爱情的酒拢袂退，来唱人生的歌，你嘛捌甲伊制作过唱片对？是，爱情的酒拢袂退，开始了后吼，就开始伫这个
这个音乐界内底，大家来邀歌嘛吼，实在讲有一个少年的吼写歌无啥共款吼。会救人的公司的。对，救唔敢啦，自家多好，运气嘛好吼，有这个机会让我写着。迄阵歌联公司我嘛熟悉迄个翁一冠老师，翁一冠老师的介绍讲即马家慈会即摆来甲歌联公司吼，邀请我来甲斗制作，制作了后就，阮就开会嘛，开会内底有一首歌曲嘛是我写的吼，男女对唱，吼迄阵敢若是找无较适合的啦，找无适合的就是就家己聊落去。就甲伊对唱，当然阮是无法度，因为伊毋是主拍歌嘛，所以无需要去拍歌，所以这个歌就是放内底丰富整张专辑的歌，所以嘛是因为毋免拍歌，我才愿意答应啦，因为咱都毋是咧荧幕顶悬的人，所以咱是美丽后壁咧写歌的人，所以对我来讲，要上节目，要去比赛，对我来讲拢是较煎熬的代志。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对活。爱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的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只剩孤单。爱像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清醒，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我过头去看。雄雄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煞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这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着爱配合别人心情。这首歌唱甲心软破，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的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只剩孤单。爱像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清醒，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
过头去看，雄雄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煞不知如何来唱一条歌。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着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软化，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着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软化，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因为你嘛知，咱永远为别人地活。老师歌词内底咧写人生的歌，讲为着生活配合别人心情，嘛同款的心理。是。老师，迄当阵是你家己有遭遇到啥物委屈？我暗时也是咧平老爸打工先，逐工吼，你面对拢是一寡啉酒醉的人，啉酒醉的人无通讲理嘛，吼。但是你为着要较侪收费，所以有那些你会讲一寡违背良心的话，比如讲这个人来唱歌拢歪过去啊，你伫遐弹琴，哇，掌声鼓励，哦，这个人唱歌太真好好听，为着是要伊的落地的消费嘛。但是咱面对家己时，你有哪想讲对啊？我为着伊的钱，咱来讲这一白贼话。所以有哪些你会感觉艰苦，就是讲啊，你徛到要倒来厝的时，就感觉想啊，我拄啊，敢会讲了伤含，啊，明着唱甲牛声马后，咱个讲哦，唱了真啊太赞嘞，为着是要咱的口袋里的小费嘛。所以我嘛定咧反思自己吼，来讲，咱会个较真诚的无？咱人我都个较。珍惜咱讲出来每一句话无，咱我都对待是每一个人会当讲真话无。这个歌词深层就是安尼来，讲哇，咱伫这个社会内底，因为人有百种啦吼，米跟咱一种，但是每一个人的思维无共款，每一个人感觉我就是头家啊，对无？我请你来，你就要听我的啊，不管有理无理，就为着要大三顿，为着怎啊配合别人的心情。明明听到一个足无理的要求，咱嘛是爱吞落去。所以迄个歌词慢慢安尼读的，再加上我看到迄个阿嬷吼，啊，长期佫看到遮尔侪年来，不管我伫音乐界也好啦吼，我伫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内底所有的艰苦，拢甲变作歌词。啊，慢慢，这个歌出来时，我上感动是讲，哇！我咧想，我细汉听我爸爸咧唱叶启田咧讲什么，不管山明海誓，不管海水会打石头会烂，杀马鱼会跳过花。我咧想讲，即马歌感觉有靠背，那即马来一个靠背，靠背毋是足特别的。这条歌当时你是写给家己的，毋是写给伊玲姐。毋是。这个歌我讲过，我以前傲慢嘛吼，他妈讲啊，你无甲我拍招呼呢，我叫你一间公司，我就讲过，我不爱去帮你写歌，吼，但是大概咱的阿德老师嘛有听到啦吼，说过来说过去，讲一个新人要爱歌，讲新人要爱歌，讲啊有啥人听无？伊讲啊，你反正你着设计
迄款的就是会红的歌就好。我讲好，但有这样简单写了红吼。实一年我记迄阵陈英杰大姐有唱过吼，李翊君嘛有唱过，因为我拢有配唱过吼。因为即个歌一开始是我制作的，我找迄个编曲吼，设计甲有精造，有迄个头前有靠背，嘛试过即个艺人。实一年尾啊，因为尾啊，敢若是合约关系吼，有一天徐汤就甲我讲即个歌吼要换别人唱，但是我无去问吼。我无去问讲啥人唱，写真了，伊甲讲尾也是艺人要唱。当然我无迄个无那么强烈，因为嘛过真久的代志啊，无遐强烈。但是我有甲伊放掉啦吼。我甲讲，这个歌好唱不要紧，但是袂使甲我唱哭腔。吼，因为这个歌虽然是咧写人生的阅历、人生的这个考验。但是无遐尼逼真啦，不用洒狗血。对，不要洒狗血。我就甲迄个制作人讲，你若甲我唱这有哭腔吼，我我钱要害你，歌我要摕转来。大奖的。嘿，大奖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迄个慢性搁起来嘛吼，迄个傲慢的心搁起来。所以20这个歌出来时，你去听，是伊所有的歌内底唯一首无哭腔的歌，就是人生的歌。爱情的酒拢袂摕嘛，李秉忠老师写，结果另外一个20姐歌唱生涯的高峰人生的歌嘛，李秉忠老师写。是。本来阮会猜想讲，哦，恁两个唔逐工咧做伙做密切的，结果原来事实是安尼生啊。是，我相信伊家己应该唔知啦。我感觉伊嘛无心啦吼。尾啊，当然咱年纪有啊嘛吼，开始咱有去修行吼。我嘛知20姐我敢若嘛是咧佛教界嘛吼。正言法师吼。好，我讲咧，生气是用什么？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嘛。别人凡事拢无这个感觉，你一个人你要认认过了你唔是咧惩罚自己嘛？这是咱佛教讲，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好，所有的物件拢是最好的安排。在国境的理解，可能你是目前咱流行音乐界对着佛教的音乐做了上界这个上跨面的，敢是对生魂法师？这条幸福是虾米开始？我进前有一个同学吼，我同学我是阮国立艺专的同学，伊有闲啊吼，真有名咧台湾真有名。伊读即个硕士班，有一个同学是伫澳洲转来，伊是佛光山的即个制作人，吼一个查某的吼。因为迄阵是921大地震，我的朋友吼，就甲即个制作人介绍互我。这制作人打电话讲，要来接我录音室吼，明仔载伊要去南投即个灾区，要摕一块歌，要去带带囡仔，要去遐慰藉那边的小孩子。来我录音室内底咧录音，在录音当中呢，我听到迄个歌吼，敢若16首节吼，我隔讲伊讲要录音的时阵，我来时我音乐已经做好啊，我甲伊编曲编好啊。因来时伊真着惊，因就惊讲，老师我无钱呢，我敢若5000块，5000块搁要带即阵囡仔，搁要便当，搁要交通呢。我讲无爱钱啊，我都无捐款嘛，我无捐钱，但是我用即款的方式来扶持这个灾区的这囡仔嘛，就对遮开始甲佛光山结即个好缘。有一年迄个咱迄个人间姻缘啦吼，因为办即个比赛，即个制作人就询问我讲，老师你要写看卖无？我还记得，敢若10月30号是截止日啊吼，但是我已经到11月初，我才想到这个代志。我才想到这个代志，我紧打电话问讲爱会好无？伊讲别紧，你紧写。歹势安尼讲有点仔臭屁吼，一工写3块歌，写demo 小做，就紧摕互伊。嘛讲实在，迄阵是因为流畅嘛吼，写。去阵迄个。咱的这个出家师傅负责的这个出家师傅就讲，你的歌唔免比赛，你的歌吼直接来示范，吼所以我对我来讲，迄阵是真大的一种的鼓励，吼，因为这是有别于流行歌曲的一种乐风。对遐开始嘛真奇妙啦，吼，台湾的四大名山，佛光山、法鼓山慈济也我们都有合作。甚至这个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众的，我也在帮他们做一些因为他们没有资源，嘛无资源我做会到的，
我嘛感觉讲，我会当有这个奉献的心，我就加加减减来写一个、唱一个。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其实毋是困难的代志，幸福是一切知足，一切简单。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其实毋是困难的代志，幸福是做人成功做事顺利。幸福是啥物？到底是啥物？幸福是自由自在、和平安宁，凡事看会开。幸福是啥物？到底是啥物？幸福是身体健康，辛苦白疼袂烧甜。幸福有时在树内，有时踮大海。有时在心中，有时在梦内，到底幸福是啥物？讲破无值钱，幸福就是观念转变迄阵开始。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其实毋是困难的代志，幸福是一切知足，一切简单。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其实毋是困难的代志，幸福是做人成功做事顺利。幸福是啥物？到底是啥物？幸福是自由自在、和平安宁，凡事看会开。幸福是啥物？到底是啥物？幸福是身体健康，辛苦白疼袂烧甜。幸福有时在树内，有时踮大海。有时在心中，有时在梦内，到底幸福是啥物？讲破无值钱，幸福就是观念转变迄阵开始。幸福有时在树内，有时踮大海。有时在心中，有时在梦内，到底幸福是啥物？讲破无值钱，幸福就是观念转变迄阵开始。
有人敢若看到你甲这个教派写歌，有人敢若看到讲你甲星云大师写歌。毋过今仔日，我想要请你安尼详细甲阮讲，你甲每一个教派，甲佛教真济无共款的这个高僧，这用心计较投入佛法的人士，拢结足侪好缘，甚至足庄严的工课，你本身才做会出来。大乘妙法莲花经，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作，以弘法49年嘛，当初我其实我唔知影这部经的这样这个经典这样伟大吼。有一个师者来找我，这个师者当然伊无隶属于对一个派别吼。啊，对于来讲，伊讲伊真介我的声音，因为伊找了台湾这音乐人吼，伊感觉迄个气味唔是要爱，有阵伊透过朋友找到我，就是讲有一个妙法莲花经吼。希望会当做几部经，我迄阵啊，搁小可推，唔知影讲这部经是啥物戏，是这个是啥物款的经典啊咧？后来我去了解了，才讲伊是28品，是成佛释迦牟尼佛的成佛之作。哇！我那才讲特动了嘛，我迄阵有咧修行嘛，特动我来做的这部经应该是特动了嘛吼，所以迄阵开始来发愿啦吼，咱讲发愿开始来食菜。食菜来做一部经，然后开始做，我前后拢总开差不多9年的时间。因个做较久，因做12年哦，因包括去中国大陆嘛，找到制作人，这样拢无顺序，尾也找到我，开始做9年，9年才把这个28品的所谓妙法莲经做起，但是真可惜做起了后，因为后续无，因为拄到疫情嘛无后续无真济的资源去互这个咱这个世间人了解讲这个书圣的一部经已经做出来啊，我迄阵做较辛苦是我用这个电脑编曲编了所有国家包含琵琶埤仔这传统乐器，搁去中国大陆找因当地真正是因讲国家。用心栽培这乐手，搁来录成真的，所以这部经用心良苦，开真侪钱，开真侪时间。我都参悟到，这嘛是我的荣幸啊！在我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慢慢去看到家己迄款过去一寡私心，过去一寡无够的心，无够爱，无够爱人的心，这款人这款的心慢慢就是能够反省自己。老师嘛，一直咧教所有这少年家囡仔，这对音乐有兴趣的学生结好缘。因为我是一个科班的我是细汉开始学到大汉的。我去考国立专考了，我刚出来做唱片，我刚发现我这做音乐这盘有的人袂晓看谱，袂晓看谱，就是我唱民歌这朋友，有的人袂晓看谱，就感觉真奇怪。你做音乐袂晓看谱，是要哪做音乐所以到我有迄个能力去做别人的老师的时候，我感觉我会予伊上正确的包含我发音，我咧学校学的这美式发声咧包含看谱，包含我做唱片这几年所有的这经验嘛，我感觉我应该要甲你讲标准我应该甲你讲迄个应该迄个程度要到倒位。拄到这个迄阵选秀节目蓬勃发展，迄阵电视台歌唱节目这样子，所以嘛有真侪少年人想要搁精进伊的歌艺，所以嘛是会找到我。但是我会用较正确的，嘛不是讲正确啦，会较用我感觉较正确的，对伊有帮助的方式，乐理绝对爱学。我感觉发现足侪人唱歌，唔知我要唱啥物曲呢？你讲查甫的曲，我就唱查甫的曲，日就跳查甫的曲，伊无遐尼精准。所以我感觉我要求我学生就是要非常的精准，包含你的发音，你若是台语歌唱了无标准，唱个嘛感觉怪怪；你唱国语歌若无标准嘛，感觉怪怪。发音唔对，会去上到咧难熬。所以我要求就是我有一个标准化，我咧学校我有家己有一个教材，我家己有写一套教材安尼咧，教分享给我的学生安尼。老师，你的公主即马伫音乐界，原来已经足有发挥，伊敢会感觉讲，这个爸爸足严的。会啊，
所以你看吼，伊咧厝，伊细汉时阵哦，唱歌的台语歌曲，我另外写的哦，毋是我写歌手的，你好好摕着冠军2届。好，细汉时阵，国考3年4年吧，伊即马已经大学2年啊，无毋捌伫我头前唱过歌，因为伊变现了，伊就感觉这个标准应该是无到爸爸的标准。吼，啊，爸爸嘛袂鼓励，拢一直咧嫌尔，所以伊即马嘛，伊即嘛爱检讨啦。吼，我感觉我对我学生真有耐心哦，但对家己人吼，敢若要求有较济。我3个囡仔因为我的环境关系哦，拢是音乐老师，但是3个囡仔无愿意做我学生啦，大家拢爱迄个别来老师来甲伊看教吼，感觉这个爸爸实在是要求太济，所以虽然我的细汉后生即马对这音乐非常有兴趣，吼，啊伊嘛做，但是我互伊的养分啊，其实就是细汉互伊学钢琴、吼大提琴，啊伊学这个吉他、学贝斯，这拢是伊家己去上网，吼上网路去学。我感觉这样少年人吼，有足侪管道吼，会当去学到物件，吼，比如讲咱细汉做要学吉他，爱找一个老师，伊即摆变，伊即摆你看网络有遮侪老师，全世界老师拢当做伊的老师。所以对因来讲，因的视野、因的接触的物件、因的资源、甲因的资讯是甲咱无共款的。我嘛真鼓励伊啦。我感觉伊的外文阁真好吼，伊的英文的程度真好，所以学音乐的朋友拢是一寡5个人，伊拢是伫网络甲这人咧交流咧互相鼓励。适婚的女人，老师真正是要写出来鼓励这种的人对无？对。因为我经过爱情的这种媒体，当然是一个商业的歌，但经过人生的歌，真着大家这个好评嘛吼。我开始去体会讲，人生的歌唔是咧写一个真歌，但是伊有法度遮人，这是人介意。到即摆时阵，已经20年啊，吼 KTV 的排行榜啊，搁伫真头前，所以我就体会讲，我感觉写真心的感情，才会感动人嘛。适婚的女人是我咧写，互我大姐。我大姐失婚，吼，伊的婚姻并无遐尼顺利吼。但喺过程当中，我嘛看到啦吼，带囡仔倒来后头厝，吼，啊，搁爱看，当然咱厝边隔壁袂讲啥，但是伫后壁伊后壁嘛吼，会讲一寡话无。但咱迄个心内咧家己无爽快，所以我就写一个讲，失婚女人敢真啊一个女人失去了婚姻，就敢若失去了所有一切。敢若是世界末日，真正是安尼吗？所以我就嘛甲迄个罗文聪就合作这个歌叫《失婚的女人》，迄歌词写得真好。所以这个歌我嘛几落摆拢甲阮阿姐讲，这个歌我就是要送互你的，希望你伫这个过程当中，人生这个不如意这个所在嘛，才几年尔嘛吼，所以即嘛嘛真好啊，会行过来，然后囡仔嘛大汉啊，吼嘛拢真有成就安尼。所以我感觉，音乐会当互人鼓励，会当互人悲伤，但是唔会当互人勇敢。听老师咧讲过程，亲像春风吹透过阮的心肝内。今日老师专工来，高种嘛要邀请李秉忠老师伫咱心所爱的歌降到头前，印一个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请。老师请坐。好，咱坐。好。李秉忠老师的作品，记录心情甲生活，而且因为爱、因为定情、因为智慧，拢总是有头有尾的歌。老师，多谢你来跟阮开讲，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